站住！站住！还我姐的包！别打我！还给我！肖正义，高伟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你居然去抢劫！我好饿！你怎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肖兆业，快点去买点吃的。好。高伟，你不记得你以前是皇帝了吗？你居然抢劫，你有没有点羞耻心啊？姐姐，我好久没吃饭了，他们又不给我钱，我只好去抢了。你身上没有受伤吧？姐姐，没有，吃的来了。快给他拿吃的。慢点，慢点，别着急，都是你的。高伟，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其他人呢？各位大爷行行好，赏我们口饭吃吧。赏我饭吃吧。姐姐，谢谢阿姨，就在前面，到了。哎，你们看谁来了？看谁来了？哎，大爷，大爷，别拽我呀！松手！大爷，大爷，哎，松手！姐姐来了，快进来！姐姐来了，给你，姐姐，姐姐，你终于来了！你们怎么搞成这样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姐姐，那帮女人实在太可怕了！姐姐，她们太可恶了，她们把我当马骑，抽鞭子。他们一个个都如狼似虎，没有几天我们就骨瘦如柴了。你们是不是都几天没吃饭了？快给他们拿吃的。好，来，你的面包，来，给你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再来一个，队友。喂，来，李欢，别提了，我头都大了。我找到那几个小暴君了，他们有做乞丐的，还有做贼的。还有更糟糕的事呢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昨天我接到了收容救济站的电话，说要给我送俩人来。我又没有家人，你也没有家人，谁在救济站啊？一个福生，一个慕容熙。他们怎么也跑出来了？我告诉他们两个地址了，他们一会儿就会过来。听说他们俩情况还挺糟的。他们究竟跑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好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救济站的人好像来了。姐姐，我要跟你们走。姐姐，是不是福生他们有消息了？对，他们现在在李欢家里。你们跟我去吧。您是李先生是吧？啊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你俩怎么样了？他们俩刚从黑煤窑里逃出来。问他们是什么人，他们也说不清楚，光说自己是古代的皇上。幸好这大个儿还记得你的电话号码。谢谢你们了。好，你们俩跟我走。管家，过来。哎，来了。先生，你带他们进去清洗一下。他们，先生，这个怎么了？我说的话听不到啊？快啊！好，是。这里就是孝文帝的家。天哪，我们这么苦，他却天天过得像皇帝一样。哎，我们同样是皇帝，凭什么他过得这么奢侈？简直没天理啊！这一切都是人家自己挣钱得来的。你们要是有本事，你自己挣钱啊！你们几个说说，最近都遇到了些什么事啊？福生，你先说。哦，我们从青楼逃出来以后，遇见一个大叔，他说管我们吃，管我们住，结果那个人是个骗子。那个骗子把我们卖到一个偏僻的山村，给人家当儿子，还强迫我们干什么呀？他们那里都是女人，
他们强迫我们跟他们叉叉圈圈，说是要生孩子。我们实在受不了，就跑了出来，跑到一个城市流浪。我们流浪没多久，就被人盯上了，被卖到一个很远的黑煤窑。到了那里，我们开始没日没夜的干活，每顿饭都是加生的，还吃不饱。他们那群人拿着皮鞭、电棍，我们哪里干不好，他们就打我们。我们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天热的时候，有些人全身都流脓了。他们怕互相传染，有的人还没死就被活埋了。我们逃跑了好多次，但每次都被抓回去，而且一被抓住就是一顿暴打。你们看，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那天监工喝多了，我们才能逃出来。天哪，他们到底是魔鬼还是人呢？福生、慕容熙，黑煤窑的罪行你们以前也干了不少，你们现在应该对自己以前的恶行感到羞愧了吧？我再也不敢了。看来是我们的报应啊。姐姐，黑煤窑到底是什么暴君啊？他们这么做，没人管他们吗？黑煤窑的危害，跟你们这些暴君的恶行，完全可以媲美。千百年来，人类对同类的折磨和摧残，才是最令人发指的。你们要想在当今社会上生存下来，不被人欺负，就要自食其力，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去挣钱。姐姐，我们能去做什么呀？对呀，我们能干嘛呀？我即将开一家饭店，正好需要帮手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可以留下来；如果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俩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姐姐，我们愿意。我愿意，姐姐。我愿意。哎，李欢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。我送你。别了，他们几个就交给你了。好吧。姐姐。玉哥哥，佳妮，我来接你，跟我和珊珊一起去唱歌了。哦，我不去了，我又不会。一起去嘛！珊珊好不容易拿到了美国 ART 的入学通知了，晚上我们要一起去唱歌。你每天在办公室那么累了，偶尔放松一下嘛，好不好？走啊！来，小美。一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开心吗？是不是因为小凤姐姐的事？你跟小凤姐姐吵架了？她是不是跟别人在一起了？佳妮，不要胡说。我和小凤好着呢，小凤是不会喜欢别人的，她是我的唯一。叶哥哥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挺笨的。她是你的唯一，可是你是她的唯一吗？每次只要李焕英有事情，她就奋不顾身的像火箭一样的飞过去了，这样子你值得吗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一个女人。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很爱一个男人的话，
眼里根本容不下任何东西。叶哥哥，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小风姐姐的，你对她这么的好，要是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的话，我死也不会放开他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直跟他在一起。佳妮姐，该你了。好。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，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。冯小姐，把菜再热一下吧。一家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，我再去热一下，热好了您先吃吧。叶哥哥，别喝那么多酒了。哎，佳妮，你别管我了。你别喝那么多酒，对身体不好。要不然，我跟你玩游戏，如果我赢的话，你就喝酒，好不好？好。输的人就要喝酒哦。来切大脚吧。2，耶！喝酒。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束缚我在沙发里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脾气。过了爱做梦的年纪，轰轰烈烈不如平静。幸福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。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曾经最掏心，所以最开心。曾经。喂，叶佳，你快回来了吗？小风，我们还是好好想一想吧。叶佳，你回家吧。如果你不愿意看见我，我不会妨碍你的。我走就是了。喂，叶哥哥，我帮你捡。喂，小风，叶哥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
我既然那么爱小凤，我为什么不相信他？来啦！叶家这几天还没回家呀？他是因为工作太忙，你应该理解他。你怎么会替他说话啊？男人嘛，你不是说他跟我不一样？我想他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巴不得骗你呢。峰峰，我想说的是，叶家那个混蛋，如果真不理你了，你就跟他分手，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你才混蛋呢！谁跟你在一起过啊？你看，真话你相信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相信吗？谢谢你啊，李欢。光口头感谢怎么行？需要有行动。来，亲我一口。呸！给个鲜花你就怒放啊？哎，我找你来可是说正经事儿的。饭店的事是吗？你不是说不用我掺和，你自己来做吗？你别小看我，装修我都已经搞定了。那我就等着蹭吃蹭喝了。吃货！我要跟你说的是，让你帮我写菜谱。哎呀天哪，那我得写多少本啊？你这累死人不偿命是不是？你是皇上啊，写字那么好，别墨迹，就你写。哎呀，罪过罪过，人太有才了，也是一种罪过。王博，王博，小凤，你回来了。叶佳，你回来了。小凤，对不起，这几天叶佳，你不回家，也不接电话，我真的好担心你。我以为你不想理我了，不想回来了呢。对不起，小凤，对不起。叶佳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大家里面请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尝尝吧。欢迎光临，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走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有点久没看到他们有什么好吃的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走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欢迎光临。李先生，请。可以呀，把这几个小魔头训练成童子军了啊，真有想法。恭喜冯小姐。谢谢老板。你们几个都去干活吧，都热情着点儿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快去吧。进去招呼客人。哎，你一个人能镇住他们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们一个个可都是魔头，都不是什么善良之辈。
我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，你这个皇帝我都调教得出来，他们几个算什么呀？你能拿他们跟我比吗？我不会害你，你敢保他们不会害你啊？不行，我要回来，我要回来替你管教管教他们。少磨叽，今天我开业大吉，别让我扫兴。走吧。哟，你这装修有点意思啊！这算什么呀？这边请。不要。老板请。不错嘛，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小二，上茶。你抖什么啊？洒了，洒了，洒了。姚文杰，你慢用。你说什么？你那么凶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他现在可是我的店员。去招呼其他客人吧。喂，他刚才叫我什么来着？遥控器。谁让你总用奇门遁甲盘来消遣他们的？这小混蛋，一肚子坏水，跟你似的。跟谁似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他们几个还真是有不少优点呢。一进门的时候，看没看到“君临天下”那几个字？那可并非一般人手笔啊。那可是皇帝的真迹。难道是萧兆业？他擅长说法，当朝的时候就一字千金呢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萧兆业呀，聪明伶俐，我让他做迎宾了。像刘子业、慕容熙，他们两个什么都不会，就只能端茶倒水了。高伟、刘玉、萧宝卷，他们啊负责表演。皇帝各尽其才，厉害呀你！哎，还行吧。嚯，值日表都有啊？怎么没你名字？那你干嘛呀？我可是老板啊，我怎么可能值日呢？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少一个。福生呢？福生现在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御厨。福生虽然凶残，但是个美食家。你能让他们各尽其才，朕佩服之至啊。还行吧。哟，美女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两位御座。哦，有什么特色菜吗？特色菜有啊，里边请。来，大嫂，过去看看。就是这个茶。来，是吗？我给你们说说啊。狗改不了吃屎，皇帝没一个好东西。刘子业的事情，干嘛说皇帝啊？合着我躺着也中枪是吧？对不起啊，我把你给忘了。小二，等等，给我来壶茶，真的，快点！这个茶呀，不错。我真是看不下去了，刘子业，你干嘛呢？那边有那么多客人呢。真的够了。喝茶，你快点啊！好，喝茶。小二，来了。李先生，慢用。这教的不错。哎，慢喝。慢点儿。姐姐，你对我不公平。别的皇帝都有活干，我也是皇帝，凭什么我就端茶倒水？我不干。好，
那你说一说，你除了淫荡以外，你还会什么？端茶倒水怎么了？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？只要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，都是好样的。我是皇帝啊！混蛋！好吃吗？正点，这地道的宫廷菜，没想到福生做的菜这么好吃。哼，我去后厨看看他。姐姐，我以后啊，天天都想要这样的表演。我也想让你们天天都表演，可是天天能见到的东西，人们就不会珍惜了。物以稀为贵，有些东西啊，要藏着掖着才能卖出高价，知道了吗？哦，姐姐，我不喜欢遥控器。对啊，我也是，姐姐，看到它我就觉得不自在。以后能不能别让它来我们店里了？哎，我说你们几个真的是忘恩负义的东西啊！人家李欢当时还收留过你们呢，给你们吃给你们喝的，你们都忘了？再说了，我们饭店李欢是大股东，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去干活去。哦，肖少爷，福生新开发了花系列的菜，明天你交上消保卷，一起跟我回家拿玫瑰花去。好。对，够了吧？就这样，小心一点，把花轻轻地放在托盘里，注意不要挤压啊。小心一点。他们两个家伙是谁啊？看起来长得还不错，看上去很有气魄的样子。哼，哪来的气魄呀？冯峰开了饭店，不就养了2个小流氓吗？你说什么？说你小流氓，你什么身份？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你想知道我什么身份吗？这个老女人好没有教养。你们2个先回去，回去。叶夫人，我去过你开的饭店，看来我儿子真给了你不少钱。我们叶家的男人就这点一致，出手从来都是很大方的。叶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我还真没有花过叶家什么钱，开饭店的钱是李欢出的。李欢？对，钱是李欢出的，我们是股份制，我还打算再开几家连锁店。叶妈妈，您看吧，他果然脚踏两只船，水性杨花。你说什么呢？峰峰，你之前跟李欢同居，遇到我的叶哥哥之后就把李欢给甩了，还几度勾引我的叶哥哥，想要嫁入叶家，过上锦衣玉食的豪门生活，哼，真是恬不知耻。林佳妮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我家，我不欢迎你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参观了。你警告谁呀？无耻的女人，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？你只不过是我儿子玩玩的女人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叶夫人，我叫您一声伯母是尊重您，请您自己也自重。我也看在我儿子那么待你的份上，对你客客气气的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哎哎哎，四老太婆，地下干嘛？喂，你什么东西啊？敢这样跟我安吉讲话？哪来的小婊子，这么凶？滚开，臭流氓！哎，敢欺负姐姐？你干什么呀？打死他！峰峰，你还真养成打手了，啊？你真像个女流氓啊你！我绝对不会让我儿子娶个女流氓的，你给我滚，滚出我儿子家！我是叶家的女朋友，叶家不让我走，谁都赶不走我。你。小峰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坐，我和你说点事。小峰，我听我妈妈说，你对她很不敬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
他说你对他出言不逊，还唆使人打了佳妮。你不说话，就说明这是真的了。你母亲说是，就是呗。还有，你开饭店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今天不是我妈妈去看了，我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是想独立，不想让你的家人看不起。独立？独立你就非要用李欢的钱吗？我不认识其他有钱的朋友，只有李欢。小峰，我是你的亲人，你用钱可以找我呀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干什么非要去找李欢呢？我也希望你的就是我的，可是你能确定吗？小峰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说你和我妈都是我的亲人，我想让你们和和气气的相处，可是你们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小峰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去跟我妈妈道个歉，毕竟她是个老人，好不好？你有一个好母亲，处处都为你着想，她就怕你被别的女人给骗了，你应该好好孝顺她。小峰，你能这么想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这样，改天我把我妈妈请到家里来，你做几个菜，就当给她赔个不是，哄哄她，好不好？我去打扫卫生了。找我来什么事？李欢，你给小峰开店的钱我会还给你的，但这件事之后，我不希望你再找他了。他是你的财产吗？你凭什么限制他的自由？我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。小峰是我的未婚妻，请你不要去纠缠他。你就对你的未婚妻这个样子吗？让一个弱女子四处奔波去开饭店，为什么你想过吗？如果你真心疼她，你会让她拼命的去赚钱吗？我们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我只是希望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确切的说，是你打扰了我们的生活。我的冯昭仪，我一定会抢回来的。你做梦！姐姐，外面打起来了，有个老头嚷嚷着要进来，怎么拦都拦不住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姑娘，你躲开！我要打死这个畜生！大爷，我们这里是饭店，拿个棒子干嘛呀？就是他，这个贼流氓，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！大爷！救命了！这往哪儿跑？大爷！大爷！大爷！老子今天打死你，臭流氓！大爷！府正，大爷，快救我！这个坏种！府正，臭流氓！救我！大爷！我打死你个小畜生！大爷，我打死你！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有话好好说，您别动手啊！这畜生害死了我女儿，我要他的命啊！今天，大爷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这畜生勾引我女儿，让她怀了孕，结果他又不敢负责任，把我女儿拖在地上，拖过了一个巷口啊！他想弄掉胎儿，结果女儿大出血，住进了医院，现在生死不明啊！先别激动，大爷。
女儿，你无耻了1000年，你还不知道悔改？凭什么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冷静点！你不知道羞耻吗？你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棍、流氓、人渣！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大爷，别激动，您带我去看一下吧。大爷，您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我女儿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畜生！大爷，我这里有8000块钱，您先收着，先带您女儿去看病，所有的医药费都由我来出。呸！你不要假惺惺了，你还是管好你个流氓小杂种，不要让他再出来害人。大爷，我再去取一点钱吧，你告诉我是哪一家医院，我去看一看。你们这些黑心肝，谁要你看我女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女儿有事儿的话，还会来找你们。你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刘子夜，刘子夜，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们打游戏认识的，她不过是一个卖菜的女儿，身份低贱，但是当时也是你情我愿呀。凭什么怀了孕就怪我呀？你为什么要拖她拖一条巷子？这样才能打掉孩子。你真的是一个无耻之徒！到了今天，你还是觉得玩弄一个身份低贱的少女无所谓是吗？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她有可能会死吗？不是，你说她死后跟我有什么相干啊？人又不是我杀的。好。刘子夜，你干得好！你们当皇帝的时候，罪孽罄竹难书。那个时候我还认为是体制的原因，才会导致你们那么坏。我以为你们换了新的环境，也许就会慢慢的变好。但是现在我才发现，你的坏已经深入骨髓，根本就好不了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这个小庙也容不了你这尊大菩萨。你走吧，反正天大地大，你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小伙子了，不怕被饿死，我这里就不留你了。姐姐。你看，现在这社会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任何学历，自己一个人真的是寸步难行。你看，能不能别撵他走啊？谁也别跟他求情！走，快走！我也不想在这待，在这跟你做牛做马，老子不干了！还有谁不愿意当牛做马的？跟他一起走！朕马上就走，成天在这喊姐姐姐姐，朕受够了，朕不玩了。朕不愿意在这儿玩了，省得受你这个贱女人的鸟气。我刚才已经在这里看你们有一会儿。李环，你敢打老子！哎，我一直以为李辉是依靠遥控器，原来他身手这么了不得，太可怕了。峰峰供你们吃，供你们喝，你居然敢辱骂他！你们几个
还有谁想走的，统统站出来！结完账立马滚蛋！花花世界，你们想去干嘛都行。刘子夜，你不能走，除非你确保那个女孩没事，要不你进监狱转一圈。杀人偿命，自古有之。你最好祷告，那个女孩没事。你们几个把她带回去吧，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。走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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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唉，李欢，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刘子夜害了人家女儿，我还得赔钱给他治病，真没天理了。还是让他们自力更生好了。唉，对，只要他们不危害社会，就算是当乞丐、当少爷都无所谓。刘子夜的恶行你也看到了，对于他们几个，我真的是没有耐心了，哪怕他们被卖到黑煤窑去，我也无所谓。不过，怎能没人找上门说你也勾引良家妇女啊？良家妇女不勾引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啊，不过说真的，我真的挺担心那个女孩的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现在越来越讨厌那几个暴君了。你还真是提高觉悟了呀。不过自从他们几个出现以后，我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他们之所以作恶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越大，危害就越大。你像刘子夜，做皇帝的时候玩弄一个少女算什么呀？一个不高兴就杀人家全家，甚至株连九族。啊，还是现代社会好啊，有大牢让他们去做。我发现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时代了，比1000多年前好很多。离开了罪恶的土壤，其实他们几个呀，就是几个普通的少年而已。哎，不过他们的品行真的是不坏，但是要训练成正常人的话，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了。我怎么这么累呀？其实我早就不想管了。芳芳啊，从今往后你只负责开心，烦心的事儿交给我来解决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，李欢。都累了一天了，我带你去按摩。好啊。这个人怎么醉成这样了？真丢人！看什么看？老子注意走错！别看了，快走吧。真够吓人的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当老板可比打工累多了。你以为当老板容易吗？样样都得想得很周全。终于理解那句话了，治大国如烹小鲜。知道我的难处了吧？你说我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吗？给个杆你就往上爬，时时刻刻都不忘了你做过皇帝。这位小姐和先生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啊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这儿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们走吧。让我睡会儿，让我睡会儿吧。
纯女人，这样都能睡着。你干嘛？我跟你1000多年都没有肌肤之亲了，我亲你一口怎么了？老毛病又犯了。开门呐！开门呐！那个女孩是自愿的，她是自愿的。闹什么闹？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。如果你想出去的话，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。问你一个，你回答一个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南朝皇帝刘子业。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来到这儿的并不只有我一个，还有大秦的浮生，燕国的慕容熙，还有后废帝刘裕，东昏侯萧宝卷，玉林王萧兆业，还有北齐后主高纬。怎么？你还想绑架我们这些皇帝不成？我并不想绑架你们这群皇帝。如果你真的是皇帝陛下的话，你就可以受到皇帝陛下的尊荣。皇帝的尊荣？他们现在一个个帮一个恶毒女人打工，还受他的控制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受他的控制呢？这是一个秘密，如果我告诉你的话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小朋友，你刚才说的那些皇帝都死了1000多年了，什么人可以活1000多年呢？你不信是吧？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，关于李欢的。李欢的？小凤，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心情很乱。我知道。你看，最近咱们老是吵架，我想，是不是该好好沟通和交流一下了？小凤，我们说好永远在一起，不分开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小凤，你还生气呢？我吧，其实就是有点大男人主义，老限制你这个，限制你那个的。其实我知道，你最近那么辛苦，我不应该这样。开饭店虽然辛苦，但是跟李欢和萧兆业他们在一起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又是李欢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跟李欢在一起，比跟我在一起开心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又来了，我们就非得吵架吗？小凤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，咱们俩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。丈夫每天上班挣钱养家，妻子在家生儿育女，相夫教子。我希望每天回来你能在家里等着我。你说那样的日子多好啊！我何尝不想啊？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每天在家里整理一下家务，有时间的时候就写写小说，晚上做好菜，等着你回来。小凤，
下周就是我的生日了，你打算怎么帮我过？我请你吃大餐吧，来我们饭店。我才不去呢！干什么呀？让我看见李欢，又该生气了。这样吧，我想好了，就咱俩，谁也不请，好不好？那说好了，过生日的时候，你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说好了，咱俩过一个秘密的生日。据考古学家介绍，此次出土的是一具完整女尸，经过鉴定，是南北朝时期的山阴公主刘楚玉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叶先生，这项心理测试很有效的。刘子叶叫山阴公主姐姐，那她之前所说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找机会验证一下。是。刘子叶登基不久，他姐姐就告诉他，有一位绝色美人跟自己长得很像，问他喜不喜欢。刘子叶说喜欢。当晚就兴冲冲地跑到约定地点临幸那位美人，没想到罗帐一掀，竟然是姐姐赤身裸体地坐在里面。他也顾不了什么人伦纲常，扑上去抱住了姐姐。唉，真是人伦颠倒啊！史料记载，这个刘子业，他不光是跟自己的亲姐姐是这样，而且跟自己家族的其他女人也乱伦。没错，刘子业当初强占自己的姑妈新蔡公主时，还大言不惭地说，亲姐姐都可以侍寝，何况是姑妈呢？哼，真是无耻之徒。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呀，真是道德节操碎一地呀。如果是真的，莫非他是南朝的前废帝？这个结论嘛，是有那么一点荒唐的。有什么依据吗？只有这个测试。虽然我测试他的骨龄、毛发和 DNA 是正常年龄的少年，并非是千岁老人。但是什么？发现什么了？但是我从他的体内检测到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是正常人不具备的。如果呀，能把他那几个同伴一起来检测的话，那效果会更好。好，老白，你就负责安排下去吧。饭店从开业以来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，但是我们要更加的努力，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大家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好，大家去工作吧。走吧。姐姐，我跟福生买菜去了。注意安全啊。好的。哎，这个怎么办？2块钱一斤。给你钱。老板，给我来杯可乐。小兄弟，需要帮忙吗？哎，车来了，走。来，福生，
你怎么样了，福生？你没事吧？振作一点。开车。叶先生，这是福生和慕容熙。好，这是福生和慕容熙的血液。哦，这可是比黄金还金贵的东西啊！是啊，老白，哎，赶快拿去分析。好，有了这个，我们的目标很快就可以实现了。先生，那这两人怎么办？这两个就用他们的血浇灌长生花吧。峰峰，李欢，你来了。你怎么这么着急要见我？福生和慕容熙跑了。什么？一大早上，他们两个骑着3轮车去买菜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打电话也打不通。我估计他。